路加福音第6章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经过麦田，叫学生落到麦村，用树拿来食。有到法利赛人讲：伊哋样办做安息日禁止做嘅事。耶稣应讲：太尉老听伊嘅人妒忌嘅事做乜嘅，伊就无脱过黑幕。其入去上帝嘅圣殿，拿献本上帝嘅饼来食，又本听伊嘅人食。食了嘅饼嘅系违法嘅，因为只有祭司才做得食。耶稣结论讲：人子就系安息日嘅主。又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去会堂教示人，在街位有一个人，佢嘅右手瘸脱，有到经学教师、老法利赛人想爱请耶稣嘅把柄来告佢，就在顺后装定，爱看佢在安息日为人而平忙。耶稣知佢哋嘅心思，就对佢手瘸脱嘅人讲：放起来，祈禱頭前來。嗰人就放起來祈禱，然後耶穌對佢哋講：我每二條，關係安息日，我條嘅法律係樣辦規定，愛做好事也係做壞事，愛救人也係刺人。佢用木柱獻主為所有嘅人，然後對嗰人講：樹傳出來。嗰人將樹一傳出來，佢嘅樹就好嚟，佢哋非常虔，彼此參詳，愛樣辦來對付耶穌。有一日，耶穌上山去祈禱，在街位跪下祈禱上帝。天光嘅時，佢召集學生到佢嘅面前來，對佢哋當中選出12個人，喊佢哋做使徒。佢哋係西門，耶穌又同佢安名彼得，還有加羅太安德烈，又有雅各、約翰、腓力、巴多羅買、馬太、多馬、阿勒腓嘅拉耶、雅各，本人喊做結戰黨嘅西門，雅各嘅拉耶猶太，留後來出賣耶穌嘅加略人猶太。耶穌留使徒下山後，同千多學生共下企在一個平嘅所在，有一大群嘅人對猶太全體耶路撒冷老海順嘅喪事，泰爾、士頓等地方來到街位，愛聽佢講道，也希望佢醫好佢哋當中嘅病人，連基督本下臨滅殺嘅也來，並得到醫好。大家隆重相愛名佢，因為有能力對佢身上出來，醫好佢哋。耶穌看見學生，對佢哋講：而呢條窮苦人實在有福氣，因為呢條係上帝國嘅子民。呢下妒忌嘅人實在有福氣，因為呢條會有好食飽。呢下哀傷流目汁嘅人實在有福氣，因為呢條會有大歡喜。為到人子嘅緣故，有人厭恨呢條，欺騙呢條，侮辱呢條，看呢條做壞人，呢條實在有福氣。頭擺，呢條嘅祖先也係按樣對待先知，今日呢條愛歡喜快樂，因為在天堂有為呢條準備豐富嘅獎賞。仲係有錢嘅人慘嚟，因為呢條已經享受安樂。兩下飽足嘅人慘嚟，因為呢條將來會餓肚死。兩下太歡喜嘅人慘嚟，因為呢條將來會哀傷流目汁。大家隆重稱讚呢條嘅事，呢條就慘嚟，因為呢條嘅祖先對假先知也是講同樣嘅話。仲係呢條聽嘅人啊，我老呢條講，愛錫呢條嘅樹鐵。好款待厭恨呢條嘅人，愛為詛咒呢條嘅人祝福，為侮辱呢條嘅祈禱。有人打你兩片嘅嘴角，連幾片也本佢打；有人拿你嘅外衫，連內衫也本佢。
凡求伊嘅，就愛本其；拿伊東西嘅，莫去拿轉來。伊就愛別人樣般對待伊就，就愛樣般對待伊就。那係伊就只有殺嘅就殺伊就嘅人，有乜嘅功德呢？連壞人未殺嘅就殺伊就嘅人。那係伊就只有好款待嘅就好款待伊就嘅人，有乜嘅功德呢？連壞人未按樣行。那係伊就只有加錢本有可能還錢嘅人，有乜嘅功德呢？連壞人未加錢本壞人。後來將喊伊就還錢所加嘅債。總講，伊就愛惜樹鐵，好款待伊就加錢本人。唔好希望輸轉來，按樣你就會得到豐富嘅獎賞。同時，你就就真然係至高上帝嘅子女，因為佢也用慈悲款待佢哋忘恩背義老邪惡嘅人。你就愛慈悲，就像你哋嘅天父係慈悲嘅，唔好論斷別人，上帝就唔會審判你哋。唔好天人嘅罪，上帝就唔會天兒哋嘅罪；愛赦免人，上帝就會赦免兒哋；兒哋本騙人，上帝就會本兒哋，並用大嘅刀連搖帶牽，噴流不限來多本兒哋。兒哋用乜嘅東西兩本騙人，上帝也愛用同樣嘅東西兩本兒哋。耶穌又用比喻對佢哋講。盲目嘅敢做得為盲目嘅帶路馬，那係按樣，兩沙隆重會跌落闊度去。學生無比先生卡太，總係出事以後就會向假先生。而做乜嘅單槍看到亞兄弟目祖地背嘅錯失嘅，總係冇想到自家目祖地背嘅體量呢？而冇看到自家目祖地背有體量。樣板做得對亞兄弟講，兄弟，你目祖地背嘅錯失唄，我推你跳出來喏。假好嘅人啊，先將你自家目祖地背嘅體量篩走，將看得清楚來挑亞兄弟目祖地背嘅錯失唄。好樹唔會結壞果子，壞樹也唔會結好果子。特種嘅樹誒。對佢嘅果子就做得認識佢，你都唔會在熱蔥中摘無花果，也唔會在七里地背摘葡萄。好人心肝積善就發出善，壞人積惡就發出惡，因為心肝所裝滿嘅罪就講出來。你都做乜嘅喊嗌主啊主啊，仲係唔照我嘅話去行呢？我老你都講。大家超勸我，聽我嘅話去行嘅，係像哪種嘅人呢？佢像一個虛無嘅人，將天內一塵，將荊棘放在磐石等，不太水嘅時，木本水沖倒，仲係唔會停通，因為木許多侵雜，仲係聽我嘅話唔去行嘅人，係像一個人虛無在地上，無打鐵器。本水一沖就忘撇，又忘到答